老师，晚安。讲信啊。我首先感谢咱上面主题，师父所有人的老大人大家用，当然咱嘛是咧修，咱爱感谢吼，上天降道之恩，爱降互咱道行去修。啊，当然，我嘛足感谢讲吼，我这世人会当得到这个人辛苦啦，吼，人生嘛，人生难得嘛，其实咱做一件事，咱大家嘛拢爱感谢咱大家呢。我感觉，互咱人伫即支麦克风，我感觉吼，我会去学伊甲拔掉的。应该咧做大声啦，因为互我的外号叫做大声公啦，应该可以吧？所以呢，其实老师讲过几句话哦，每个人每个读者都要感谢你们自己，为你们这一辈子为自己争来的这一个，这个争来的真正做出力的。嘛爱做拍拼，都有法度争来的这个人生啊，人生啊，我讲你讲啊，但你人生，所以咱真正爱做感谢咱家己，前世人真正有做了足好的福报，即使是有法度掠着即个人辛苦，搁有够感恩，咱嘛种了足大的因缘，咱才有法度得到这个大道，才有法度来遮修行。所以呢，我今仔日给咱共同读书的讲题叫做“人生难得，善待今生，创造”。其实这个讲题我是概括的，因为我感觉这个题目比较贴切，进前我感觉迄个我来讲，迄个题目我感觉较无拍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爱即个讲人生难得，善待今生，创造明年？既然讲咱即个人辛苦，就无容易互咱得到，所以咱就是爱好好啊，善待今生，我们这一辈子，好好做足侪好的代志，咱才有法度创造因为虽然是讲人生难得，但是咱即出世得到，咱若无好善待咱即出世来创造的因缘，安尼，咱后世人是毋是对对，咱嘛毋知影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善待今生，创造。嘛是爱念，无莫念啦，搁念咧这是讲其实这是咱财能大先去讲吼，咱每一工拢互咱家己正面的提示，咱袂使有家己有负面的，拢爱是正面。其实那个正面就是正能量，所以讲每个有正能量的人，就是他自己知道说，不会被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所有的是非，讲是非分别，因为世界上有足侪是非嘛，人讲有是非，有人就有是非对无？所以是有是就有非，有弯的就有直的，所以一个有正能量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让这个是非曲直，来甲伊影响去，因为伊家己有自知之明。啥物叫做自知之明？就是伊家己知影，嘛足明白的。世界不久，世界这个世间无久长，伊袂使伫这个人世当中，就像迄阵丽华讲的咱袂使互人事甲咱左右去，咱嘛袂使互一寡是非甲咱左右去，对无？因为迄只不过是一个讲过眼云烟啊，所以阮甲咱讲你如果不去面对所有的是非，你去逃避的话，因为咱讲是非无听的自然无嘛，你去甲逃避，你有一天若真正无法度逃避的时阵，你会安怎？所以伊甲咱讲你不去逃避是非，你去面对是非，才能成就我们自己。若无你无，咱无法度成就咱家己，因为你会被那个是非打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起来都要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提示，咱来感觉讲我是足健康的，我是一个足正直的人，对无？我是一个足善良的人，我是一个足慈悲的人。咱有家己一个透早家己家己讲我足邪恶的，应该是袂安尼吧？我嘛感觉讲我是足好的，对无？我是很善良，我是很健康，我是一个很慈悲的人。每天起来都给自己一个正面的能量，这
所以呢，我今仔日现在就来进入咱的问题，就是讲咱有一遍的发挥当中啊，咱几仙龙，咱嘛知咱几仙龙已经经过几次的混沌。咱赵老师摇头就是讲无事处理，无法度通要去算的就对啦。伊即个咱几仙龙就是讲有一遍的发挥当中，伊就讲恁世间的人趣味的啦，啥物代志都拢免问，都有一个人，伊就问讲，伊就要问，因为当然是法会当中一定是我们道亲嘛，但是道亲不一定是什么样的道亲我不知道，反正咱几仙拢就是讲恁世间的人做趣味，伊就一直问伊问替天行，各问发地方，各问畜生道的众生，还有恶鬼道，还有地狱道的众生，伊拢问讲。当然，这个替天行，甲发地方、甲各行的，这个人他们已经没有这个人的身体了嘛，对不对？伊已经无这个人的身躯啊嘛，所以伊会问伊问讲，如果有一天，你若跟你人这个人的身躯的时阵，你要做啥？你们想做什么？所以头一个伊就问替天行，替天行就来讲。我若有一天，我对咱迄个这人身躯的时阵，我要学道，我要参道，我要行道。就咱知影讲，替天行，伊只有几百工，上济是几百工，500年，伊只有500工的香烟所以替天行讲，当我这500工的香烟到的时阵，我原在爱做做人，对无？伊敢有法度永远当成替天神，必然是到替天行。在来轮回，而且伊讲倒来轮回的时阵，我袂定，我会，因为咱知影讲替天行，伊有法度做替天行，伊就是在世的时阵，伊做一个善事嘛，对无？好叫做咯。但是伊在做善事的当中，一定嘛是有做一寡无好的，伊心念都有，但是是他的福，是他所造的善，比他所做的不好的事。更较济，所以伊是去享受但是伊享受了，伊就会伊原在爱去受啥物？受伊前世所做的过错嘛。所以呢，伊就讲，我倒来做人，我无一定有法度去现实，因为咱个定会出事，咱就毋知影对无？所以伊讲，我若倒会当做人，我希望讲，我会当行道，我会当参道，而且我会当修道，我会当超生了事，因为唯有要超生了事，唯有修道这条路，然后没有，除了修道没有第二条路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伊问到个土地公，土地公就甲伊讲，我若搁得到这人的身躯的，我要甲伊替天公了，我无爱别人做功德给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伊讲咱人是善变的，当咱若有代志的时阵，伊才会去求土地公，才会去拜拜，若无咧？若无的时阵，伊怎紧来去甲吹？所以伊就讲讲我若搁会当得到这人身躯的时阵，我要甲伊天公了我无爱别人做功德给我，咱家己嘛知影讲，家己在一丈夫，他而不法，尤其咱嘛是共款，咱若是，我以前咱拢会想讲以前咱听着